那要上任来做副总统的萧美琴，最近是先去拜访美国，再去到欧洲的议会。咱外交部是表示讲，这是头一摆有副总统当选人伫就职进前去访问欧洲，对咱甲欧洲的合作是有真大的帮助。或者是分析讲，萧美琴这摆去拜访是要来传达赖清德的想法，要降低其他国家对两岸局势的要求。让我。今日活动各露出趣味表情，副总统赖清德支持参加总统府联欢同乐会，特别讲到政府支持身心障碍家弱势囡仔家庭，让身心障碍的儿童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，身心障碍的家庭也可以得到扶持，弱势的家庭通通都应该要得到政府应有的照顾。赖清德强化内政，准副总统萧美琴变外交，除了访问美国，更应邀到欧洲议会访问，由第一副议长卡拉斯接待，也到捷克、波兰、立陶宛，传达台湾甲欧洲各国民主同盟信息。外交部表示，这是咱副总统当选人第一摆伫就职进前就邀请访问欧洲。这次访问有助增进欧方对我国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了解。此行是我国副总统当选人首度在就职前应邀访问欧洲。因为5日空了，外界预期北京可能会对台加大施压。学者分析，萧美琴就任进前先访问欧美，传达赖清德的想法，应降低外界对两岸局势的疑虑。许多国家行政部门的高层负责人，那么我相信他都可以有这机会接触到，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。目前来讲的话，未来赖总统的一些想法，那么透过第一手的这种说明呢，让这些国家来了解。美国总统拜登指差签署指控之书，跨越年度综合拨款法，包含提供台湾对外军事用途无偿捐款，将台湾纳入优先改革军售流程等。外交部感谢美国用具体行动表达对台美关系甲对台海安全的重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